吕布大人，终于等到您了。家父因护卫许灵大人而死，请大人为我报杀父之仇。这些人头没有一个是他的。在许大人的船上，我见过他。他身长8尺，声如洪钟，满面刀疤，年约40。所以，这个无能之辈也不是那独眼杀手。许林兄啊，请指点吕布该如何为你报仇。第7天了，今天是你的回魂之日，就请兄台的在天之灵为我找出真凶。奉现在等你的指引。你来了吗？是他？是我。许灵大人知道，只有我才可以为他找出真凶。许林兄，这就是你的指引吗？